大家好吼，今仔日是6月初3，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吼有3个气象人吼，但是伊毋是要来讲大气，毋是要来讲气象，因是要来讲音乐。咱的主持人呢是王恒吼，伊是伫 UC Davis 诶迄个postdoc 吼。伊是即2位主讲者诶，大的学弟啦吼。我即马就甲时间吼交互咱今仔日的主持人。好，今仔日真荣幸会当来甲2个音乐人、音乐人来做伙开讲。我算甲因真有缘啦。因为我本身毋是做音乐，毋过我拄好嘛是台南人。即2位主讲拢是台南人。你嘛是台南人，佮一位台南人。又佮一位台南人对。而且我甲因是共一个，就是大学的学系，阮拢是即个台大的大气科学系，而且拢有伫台大大气科学系摕到硕士的学位。我迄当阵嘛是伫即2位主讲者嘛是伫台大大气科学系摕到硕士。好，所以算足有缘会当。毋过阮毋捌看过，因为阮差足侪届。差真侪届对，毋过就是算真有缘，就是若无即个硕士班的即个经验，我是无即个机会来遮问导游安尼，所以真算足荣幸会当来遮好，那安尼即个时间咱就毋是，阮拢爱先小可介绍一下，即2位除了因拢是台南人，嘛拢是即个台大大气科学系的硕士。即个伫后配大家，我相信即2位大家毋免介绍伤济啦。主要就是因最近拢有出即个台语的音乐剧。2位拢伫即个音乐界已经拍拼遮久啊！即个陈豪培老师伫即个2000年的时阵，捌得到即个金曲奖嘛。即个郑雅老师嘛，伫即个因拢是2005年2007年，歹势是2007年得到即个金曲，嘛是得到金曲奖。即个2位拢做足侪音乐，其中上出名反正就是即个最近即个足穿的即个音乐剧，或者即个春天里的位，春天里的位嘛是迄当阵2007年的时阵，郑雅老师得到即个金曲奖的最后，迄个专辑迄当阵是伊即个作词，这个歌是伊做的嘛，对无？好，那安尼咱毋免介绍伤济，咱时间已经交互郑雅甲李头培老师。好，我先吼，朱老师先对。感谢咱学弟吼，迄个郑雅甲咱介绍啦，讲咱叫做国际台语优秀人士吼，每周聚会吼，咱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吼，真非常不感动啊吼。我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迄个今年2023吼，9月16，阮要伫即个台大视听小剧场举办一个杨贵鹅妈妈出家30周年演唱会，就是讲伫即个1993。9月16下晡3点，就是说，阮今年吼同款含30年前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吼，拢要来办这个。这其实是旧年也是前年吼，迄个黄静雅吼，阮同学的食饱盈盈啦，就讲迄个2023是这个30周年吼，有要办一个活动无安尼啦，因为较早这个。咱办了后，即个杨翠老师吼，因协会因即卖一个杨贵即个文教协会，因每5年、每10年、每20年拢一直有办真侪活动。所以阮今年伫30周年吼，要去办活动。除了音乐会之外，阮大家就组一个做寻找鹅妈妈吼办公室啦。除了我和静雅，佫有找2位真优秀
即个评委入来斗相共，所以阮除了音乐会，啊，要搁甲做产品，啊，要搁拍纪录片，啊，要搁做教材，要搁做音乐剧，要搁里里扣扣有诶无诶，死人搁头拢要做着对啦吼。啊，所以阮即届一开始甲大家报告是9月16，这是算做讲啊，即个杨贵文教协会来主办。啊，阮已经有邀请到台大艺文中心来合作，啊，搁即个台大文学院嘛要合办，啊，搁即个文化总会甲咱合办，啊，所以已经有找到一寡干部啊，吼，会发达就对啦吼。啊，大部分是邀请原班的人马倒来吼，像我啦、黄静雅、陈春杰啊、陈明章吼，啊嘛会招一寡少年辈，像阮即届就已经有叫即个即个曾卡人的即个主唱吼，张家祥有个新做一首歌吼，对。较早无写过诶，即个独插囡仔吼，开始改编过来吼，所以有新诶，也有旧诶。啊，我那要甲录起来，啊，做混音，重新做 mix，啊，重新处理，啊，录起来了后，先会出版即个双黑胶、双 CD 大画册盒装吼。啊，真趣味就是30年前吼，是即个刘开大师设计吼，刘开咱设计足侪有名，云门舞集、北京神志，什么少年啊，拢是刘开设计啦。啊，今年呢，咱要找即个当得到即个格莱美奖设计大师吼，即个萧清扬来设计，所以即个物件是会当讲30年前文化意义、时代意义拢足重要，啊30年后嘛真重要，阮会足认真甲做好吼，所以有机会甲大家报告。啊，我准备是点仔物件吼，啊有一个 video 是30年前的精选吼，啊放看卖啊啦吼，咱请即个放 video 诶，先摆甲咱斗放一下吼，分外整领是我看一下吼，精选吼，1993的精选，我来倒走来。杨奎《鹅妈妈出嫁》这个专辑。野菊花又野菊花，首歌叫做《梅花阿婆》。我的山顶的梅花阿婆。哦，杨贵叫做，伊就是一个缀袂扁的玫瑰安尼吼。这个国中的这个国文教科书吼，第6册有收这个压不扁的玫瑰吼，啊，这个国立这个编译馆啊，认为讲这个春耕关不住啊，不雅啦，这个春耕关袂调。世界名曲《鹅妈妈出嫁》吼，鹅妈妈出嫁咯。阮兜一只鹅妈妈自细汉就甲阮做伴。做菊花开的时，菊花开的时，杨奎吼，内底的这个宋伯虎吼，宋伯虎吼，诸位朋友啊，大家好啊！这个愚公移山，谢谢。好，好，这是 video 的部分啦吼。我这边看到画面拢全部拢调咧吼，网络的科技还阁早咧吼，还阁有足大进步的空间咧。不过声大部分知啦，就是讲咱有比如古早时代70年代湘阴市重唱所做迄种杨贵的歌吼，这个秋天里的菊花，有很有叶道的歌，有对杨贵的小说杨贵的戏剧所改编来，嘛阁有这个杨贵家己所写的3个臭皮匠改编的这个愚公移山吼，真多，今年阁有加一束吼。咱这个伫9月16这个演唱会是真完整吼，拢总有10几个演出者吼，乐手真多，歌手嘛真多。要操作这个完整版的演唱会吼，爱真多时间甲真多费用啦吼。咱另里当然有机会嘛，是搁再积极搁找一寡机会，看有啥物所在，咱搁再演无吼。不如个若较浓缩的，譬如讲9月、10月，台中有这个文学节吼，已经有办的朋友甲阮联络吼，就是要伫台中的一个文学公园，会当搁再办一个浓缩的吼。比如讲，咱会找杨翠老师去讲故事，可能找我陈春杰、黄静雅吼，搁找一个起波老师去吼，办一个较浓缩的，先煞讲古的安尼吼。比如讲10月台南文学馆有周年庆，阮就去演一段
即个新华洋柜纪念馆嘛有即个周年的馆庆，我嘛去演一段吼。台中阁有一寡民间的朋友所组成的这个是灵南通散步纳凉记啊，我嘛去演一段。所以即个洋柜即个纪念30周年纪念活动有真侪，佫包括有真侪座谈种种吼。伫8月1号，阮就要办即个记者会啦。阮会邀请即个30年前要出席的即个迄阵伫广播界真支持阮迄阵水晶唱片的即个李文源甲赖佩霞出席吼，因30年前拢有参加吼。最近佫看到赖佩霞伫即个人选之人吼，即个连续剧内底吼造浪者吼演女总统吼，心内感慨万千啦吼，真趣味啦吼。所以阮会请李文源、赖佩霞来出席阮的记者会，佫有一寡座谈。请可能请我陈明章吼，可能唱一两条当做是我座谈会吼。我嘛已经勘即个台文所、台文所，甲即个台中教育大学台文所拢已经确定要办相关的即个工作吼。阮咧整理即个资料的过程吼，阮发现讲1993，咱即摆伫 YouTube 顶悬咱会当找着，你若拍即个鹅妈妈出嫁，还是讲你拍即个杨奎音乐会吼，咱会找着199316。伫台视听小剧场内底的即个现况吼，阮开始要整理资料时，阮才发觉讲，毋知影啥物人去袂啦，找拢无啦。我找几部会当问的人拢问过啊，问几60个人拢找无吼。所以大家就想讲，无咱若有机会来翕一个纪录片吼，来找看即个1993即个鹅妈妈出嫁即个演唱会到底啥物人去袂？嘛借即个机会，甲即个水晶唱片公司相关的人员吼，演唱会歌手。也是来致辞真侪嘉宾吼，拢会当来访问，所以嘛当记录这30年来即个唱片工业有变化，文化甲社会甲台湾社会有互动对话种种吼。教材部分我嘛计划要将即个洋柜的即个相关的歌、剧本、小说，做成即个国中甲高中的母语的教材。听讲即个教育部最近有较斟酌要做一寡国中甲高中的母语的教材啦吼。小学是真侪，但是高中甲国中还佫真欠吼。所以咱要做一寡教材，教材除了出即个平面吼的册吼，平面的出版品之外吼，有声的教材嘛是爱做吼。以上的种种吼，因为阮即个有成立即个鹅妈妈找找鹅妈妈办公室的即个主任嘛，因家己是咧经营即个 podcast， 所以拢会用 podcast 的方式吼，甲所有的物件甲记录甲保留落来吼，来推广即个洋柜的文学吼。陆续即个音乐剧、电视剧。嘛拢继续有咧进行啦吼，中央广播电台嘛讲要来合作一个洋柜戏剧的广播剧啦吼，以上是即个有关阮2023洋柜即个鹅妈妈出嫁即个音乐会即个专辑30周年的真侪哩酷酷的即个纪念活动吼，甲大家报告吼。以上感谢，谢谢。好 ，OK， 换主持人讲是换黄靖阳诶。无，咱时间就先交互定啊。等一下，朱老师，你刚要讲安尼？系，安尼尔，我讲安尼尔。等下老咱要Q&A你再讲嘿。你要有4份 PowerPoint 呢？有4份 PowerPoint。咱一个人20分钟呢。PDF one，PDF one 开看是啥？来开，我头就是讲我 PDF 啦。迄个将我互大会 PDF one 吼，甲开一个，我看内底写啥呢？应该是阮就是重点报告。来，迄个请咱大会甲我互大会 PDF one 吼，好右一个。其实这我头拄拢有讲过啊。即摆这 PDF two 嘛 ，PDF two 就是1993的即个 CD 的扫描档啊。就封面内页一直落，这当然咱若有兴趣吼，伫网络顶悬嘛找有，无甲咱大会找嘛是有吼。就是迄阵迄个刘开大师的设计啦，内底有真侪真重要的即个历史记录啦、图片、相片，像这是即个洋柜的即个木雕啦吼。这是1993即个设计吼，挺好欣赏。PDF 3。1、2、3吼，PDF 4吼，PDF 4是拄好吼，今仔是6月3号嘛吼，
即摆请甲即个 PDF4放一下嘿。今仔6月3號嘛吼，最近因為其實是頂一站前都喺台灣的時陣，找阮較早唱片公司的頭家阿達吼，佇一個咖啡廳開一個女性音樂的講座啦。煞引起講較早水晶唱片，因為水晶已經倒店啊啦吼，煞引起即個水晶唱片的頭家的回憶啦，所以想講最近要辦一個水晶唱片復活季啦，所以今仔是6月3號嘛吼。就對明仔載開始，甲真拄好對明仔載開始吼。我這個 PDF4就是面頂寫講6月4號甲6月11吼，佇家人就是阮水晶唱片的頭家任將達，伊較早，因為任將達是一個混血兒，因爸爸是韓國人，媽媽是日本人，伊出世是佇家人，家人佇中正區中正路這個所在，迄個所在古早叫勝利巷啦，勝利巷啦吼。這面頂有寫講6月4號，用這個黃色的箍起來遐吼，這個冊局吼叫做共感覺書店吼。明仔下晡有一個講座對2點啊4點，不過我今仔甲大家講這無效，因為因報名已經大爆滿，聽講已經爆滿60-70人啊吼，所以吼唔好去吼，唔好去。就知有這個消息就好啦吼。明仔載我嘛唱歌，我有唱一歌水晶唱片公司早期的一寡物件啦吼。不過個。伫6月4號到6月11，這兩禮拜中間吼，伊內底有一個展覽，這個水晶唱片公司的 CD 啊，還是黑膠啊，是一寡冊啊，一寡雜誌啦，里扣扣的吼，會佇遐展覽吼，大家有時間會通去看。後禮拜日6月11下晡2點到4點，佫有另外一個講座，嘛是共阮佇家人這個共感覺書店吼，家人中正區中正路592號吼。伊寫佇正濱即個漁會大樓對面吼，所以後禮拜日下晡6月11下晡嘛共款任將大佫有找另外的人去做一個講座，迄個講座目前還未客滿啦，可能愛報名吼，所以咱請咱想辦法去找這物件，有興趣的話吼，因為明仔載迄個攏報名報到滿去啊吼。好，這是最近的資訊吼，等下咱大家若有迄個。有要 Q&A 的時陣，咱再去開講啦吼，咱把時間交予主持人。好，謝謝。無咱時間先交予靜雅。好來。好，安尼敢有聽到我的聲？有吼，因為我頭拄仔換麥克吼，驚聲無出來。好，大家好，我是靜雅。朱老師，伊其實頭拄仔講的是一件足大的代誌，鵝媽媽出嫁，但是伊大題小做，講一點點仔爾。主要是要留互大家到今年的9月的時陣吼，有一個期待。你小題大做一個。對我即馬是要小題大做。來。我按一條歌開始，怎舞做一出音樂劇，我是小題大做。頭拄仔朱老師足大誒代誌講一點點仔爾，較頂仔咱較閣甲請教，所以即馬較麻煩放我誒迄個 PPT。好，安尼大家有看到吼？咱按第一張開始，我講下一張後一張較麻煩，閣甲試一下。所以今仔日我要講的就是頭拄仔講我小題大做，為一條囡仔歌開始，一直行17檔，行來到今年2023年，變成一出音樂劇的這個旅程。嘛是足榮幸會當佇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右邊吼正邊這張海報就是阮當時要推出這出音樂劇的時陣的海報。好，後一張。先介紹我家己，我嘛是台南市的人，頭拄仔阮已經認親認真濟咱台南人，台基科學的學士甲碩士，我捌畢業了，我就佇學校做助教做幾啊檔，嘛捌佇烈小和平主持過節目。
3冬前2020年的时阵，我按加拿大转去台湾的时阵，搁去上班，算讲即个家庭主妇的2次就业啦吼。去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吼，搁去遐上班。嘿，咱台湾是叫做 NCDR， 就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那想讲特别有地动，还是有风台的时阵，有时咱迄个手机啊会听到警报，迄个单位就是我2、3冬前伫遐咧上班。我捌写册，捌翻译，我翻译诚侪科普的册，搁写诚侪歌安尼。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简单的介绍。下即几本是是我捌翻译的册。正平这几张是我捌参与的一寡音乐的专辑。譬如讲，我上早的迄个出道的唱片，就是即张叫做《看月娘》。过来，好，后一张。他拄仔讲春天伊倒位小题大做，伊出世是伫2005年，就是我写出来的迄当。我写出来了，就甲参加比赛，就是第2届的原创母语音乐比赛，摕着佳作。因为感觉可能风潮听了感觉袂歹，所以就招阮甲做成一个音乐专辑。所以我拢总有10条歌，就变做一张专辑，伫2006年出版。迄个时阵唱的是囡仔唱的，搁过一冬就出版一本即个学习手册教本，就生做安尼。内底甲10条歌拢总甲简谱拢甲是乐谱，全部的乐谱，搁教学校的老师安怎教囡仔唱遮个歌。搁过就是2007年即当，我就因为参加即个金曲奖，去参加即个去报名，就入围最佳儿童音乐专辑的这是入围。搁作词无小心去得奖，所以互我足大的鼓励。过来，毋过虽然讲足大的鼓励，但是因为我住伫加拿大，无伫台湾和遮个音乐人做伙，搁继续拍拼，所以中人足侪当我拢无做啥物代志，拢伫加拿大遮咧顾囡仔。好，搁过几冬，有一点仔不甘寂寞，搁做第2张的专辑，叫做《生活是一条歌》，即张专辑。伫内底我就甲春天倒伊搁摕出来唱一遍，和我的后生做伙唱，等下拢会互大家听看卖。搁捌做过音乐music box， 搁有合唱版，搁2001年搁做一本画本伫遮，一本画本。好，上重要的代志就是2022年伫头皮风越清冰箱的专辑内底，伊甲做成一个摇滚版 rock version， 就是因为伊的即个 rock version 呢，互大家听着感觉原来即条歌会当安尼算，所以文化总会伫2022年的520即天邀请阮去开会，讲恁敢有想要做即个音乐剧？我听了当然是心内暗爽，足欢喜。因为即个想法一定虽然讲无讲出来，但是一直想，阮来用想的爱当实现安尼。所以阮就决定要来参加即个第6届的城南有艺术的活动内底，甲即出音乐剧放入去。所以伫今年的4月1号、2号，阮就伫南海剧场演4场，嘛真成功。所以右边即2个讲座，头一个就是出世迄当得到的佳作，下骹迄个是金曲奖的即个讲座。好，后一张，这就是专辑内底迄个内页，搁封面。我内底有写讲
为什么要做这10条歌的这个初衷啦？我的初心就是希望讲，咱较早拢唱天乌乌啦、西北雨啦、白灵丝这囡仔歌，啊，咱这代敢若无做啥物新的囡仔歌，啊，我搁住伫加拿大，我想要互我的囡仔会晓讲台语。其实听歌学语言是上简单的方、上紧的方式嘛。所以为着要互我的囡仔将来会当听有台语，所以我就规气家己来写即个囡仔歌。这就是我当初创作的初衷。好，过来后一张。这是这条歌的歌词，就是安尼足简单的歌词，安尼一直问讲春天伫倒位，一直问，问花蕊，啊花蕊讲伊才困醒，叫我去问露水。啊，露水讲伊咧拍你，叫我问白灵丝，安尼一路问到上尾啊，问去阿弟，阿弟就是弟弟的意思嘛吼，啊目睭笑眯眯，原来春天伫遮味，就是安尼足简单的歌词。啊，即个金曲奖的即个评审啊吼，算因互我诚大的鼓励。好，再来。哦，等一下。因为我较早17年前、18年前的时阵咧写的时阵，对台文的正字抑阁无讲足有研究，所以即个春天伫倒位的倒我写毋对哩，我写做是耳朵旁的即个阿弥陀佛的即个陀。啊，到差不多3年前，我要做绘本的时阵，我较发现讲啊，原来即摆教育部的正字。应该是人字旁的这个倒位的倒，所以我就甲改过来，吼啊，所以大家会发现讲，谁啊有2种写法，一个是耳朵边的，啊，一个是人字旁的。若是大家摕到迄个 CD， 伊是耳朵旁，啊，若是买啊，即马阮的绘本甲阮的音乐剧拢已经改过来做人字旁。这可能确定爱请教这个台文界的一寡专家，讲这个。正字的迄个演变的过程吼，即个过程，我是感觉，嘿，迄说咧2006年的时阵，教育部嘛，因嘛还未推出即个推荐用字嘛，所以其实我已经有做认真去查字典，已经有会当查着，我拢有去参考，啊嘛是真歹势，佫写毋对，啊有诶字，吼，咱看。正边即个原来的即个专辑内底的歌词，其实已经拢差不多正确啦。啊嘛有互大家知影讲，伫倒位是啥物意思，就是在哪里，有甲即个华文对照。吼，已经做尽量啊，啊嘛是有漏网之鱼了对。好，后一张。好，即摆互大家听看卖原版的囡仔版是。听起来是啥物感觉？春天的倒位，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正困醒，叫我去问
我来餐厅，你加味。我来餐厅，你加味。拄仔听着这就是春天伫倒位即条歌的原版是囡仔唱的，啊，即个2012年的时阵，有人甲伊做成即个 YouTube 吼，啊，即个影片到即马已经有92万人的即个views 啦，吼，92万次数就对了，所以算讲诚侪人听过即首即个。有看过即个影片，啊，若大家伫 YouTube 内底来拍春天伫倒位即几字，就会看到差不多有几啊10片的影片，拢是一寡听众因家己做的。阮到即马抑阁无出过迄个官方的video， 因为可能是第一个是风潮，毋知影要安怎做啦吼。啊，无可能嘛无即个经费通好做，啊，我家己想要做嘛是。无经费啊，嘛是上东上西啊，着足侪当过去啊，拢无做啊。但是已经有足侪人帮阮做啊，所以嘛是真感谢遮个网络顶悬的朋友来帮阮做。啊，搁要讲啥？好，啊，无搁来看后一张好啊。即条歌足侪迄个幼稚园的老师拢有教啦吼，所以。若伫 YouTube 顶悬看到，阁有足侪迄个幼稚园拢也摕来做因的毕业典礼、游艺会迄个表演的歌。啊，到2013年的时阵，我家己伫我的生活是一条歌的专辑内底，阁有和我的后生做伙唱。即个编曲甲迄个感觉就完全无共款啊，但是拢是共一位编曲家、编曲老师叫做 Hank。谢汉阳老师拢是伊帮我编的，啊对，我头拄仔要讲的就是，即条歌真趣味是，我是伫加拿大写的，啊和我做伙做的即个团队嘛，拢是加拿大遮的人，编曲家嘛是谢汉阳，伊是伫遮读册，啊个制作人谢欣子 Kim， 伊嘛是伫遮，拢因两个拢是可能高中的时阵就来到Vancouver遮读册。啊，拢是读 UBC 的音乐系，所以我真幸运。我若是无讲，对，我伫2002年的时阵移民来到加拿大，住伫 Vancouver。若是讲我迄当无移民来到遮，可能即条歌就袂出世。所以这我感觉嘛是一种足奇妙的缘分。好，啊，咱即马来听看，我和阮后生吉米，伊迄阵差不多12岁的时阵，阮两个做伙唱的版本，来听看觅。顶面搁起哩，啊，听看觅遮甲试一下。春天伫倒位，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食困醒，约我去问露水。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露水，露水讲伊在拍子，叫我问会灵时。春天伫倒位，我问白灵时，白灵时讲水牛在等伊，叫我去问猫咪，叫我去问猫咪。春天伫倒位，我去问猫咪。鸟咪伫海边，刷来个雪里，叫我去问
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阿弟，阿弟目睭笑咧美。原来春天你这美，原来春天你这美。好，这就是我和阮后生唱的版本。啊，大家伫内底应该会当听到讲，编课老师伊的巧思吼，伊甲即个春神来了，啊，甲即个 Mendelssohn 的春之声放伫内底，伊的编曲足水的。啊，即个版本吼，其实到即嘛已经10档啊，时间真正过了足紧。啊，阮的后生迄个时阵12岁。今年已经大学毕业啊，所以真正是，用歌来做一个记录，我感觉是蛮珍贵的这个 memory 啦吼。啊，个他拄仔的版本，囡仔版本内底嘛是有用到这个春天，古典音乐的一寡元素，像迄个 Vivaldi 的四季吼，四季，那他拄仔会过会记记。伊甲即个 Vivaldi 的四季的春天的主题有放伫内底，啊，即马即个版本是有 Mendelssohn 的即个春之声，所以有若足感谢编曲老师伊的用足侪心去编这个歌。好，后一张，好，到2014年，我前几天咧整理这个迄个过程的时阵，较发现讲哦，原来佫有即个版本。是用这个 Music Box 的版本，啊，这原来是汉克老师编的，咱嘛来听看卖。他大家刚有听到 Vivaldi 的四季，到最后佫有噔噔噔噔噔噔迄个主题佫出来啊！吼啊，即个 Music Box 伊个迄个形状就是生做安尼，啊上正边即个长长的即条就是，甲即个纸吼，伊是一个纸卷啊吼，
paper roll，啊，若甲插入去即个 music box 内底，啊，甲迄个一直转，伊就会出声。吼、所以这算讲是一个文创商品，真趣味的文创商品。啊，封条除了，当然这是其中的一条歌尔，伊佫有甲望春风啊，一寡什物森林狂想曲，就是蜂巢捌出过一寡音乐，甲做成即种纸卷的乐谱，吼啊，做成一个文创的商品。听讲迄个时阵卖了佫真袂歹。好，佫来下一张，后一张。过来到2018年2018年的时阵，佫有一个合唱版，合唱版我家己手中无即个原版，我敢若即个影印的版本，啊，我甲即个扫描的版本，伫网络顶悬找到的版本，互大家看一下。所以若是讲有唱合唱团的一寡老师吼，拢会互囡仔来唱。咱若是现场的即个，大家有兴趣会当找来互囡仔唱安尼。我相信有真侪老师伫咱的即个群组内底啦吼，啊若有兴趣，拢会当找来唱。好，佮来后一张。其实吼，要推广即个音乐的方式吼，较早是出唱片嘛，出专辑。啊，即马是有诶是做影片放伫 YouTube， 啊，我感觉讲，互囡仔伫学校唱，这嘛是一种真袂歹诶方法。好，啊，到2021年诶时阵，我拄仔有讲着讲，伫2020年诶时阵，我转去台湾，我伫2002年来到加拿大，啊，中拢差不多2-3档拢会转去台湾探亲，啊，到2020年诶时阵，迄阵。疫情拄仔开始嘛，即个 COVID 的即个 pandemic 刚开始的时阵，我着先转去台湾看哦，就是有若想要探亲尔，啊，结果因为着开始警戒，啊，全世界拢即个 travel 变甲足无简单，所以我着规气怎啊无转来 Vancouver， 怎啊住伫台湾住3档，到今年，啊，即3档中。佫想袂到做诚侪代志。第一个，我先甲做绘本，啊是玉山下新月书房，因是共一间公司啦，是因出的。即个过程有若真趣味，和朱老师有若有一点点仔关系。因为本来吼，我转去台湾的时阵，2020年的时阵，我突然间有一天想着讲，阵去伫倒位即条歌已经迄个时阵算15岁。我就甲朱老师问看，你敢要来做一个摇滚版？我迄个时阵是心血来潮啦，突然间想到。啊，朱老师想的讲，啊，敢有朋友算要互我，啊无这要哪做吼？啊，我想的，哇，天哪，做一个摇滚版，至少嘛爱一个乐团，安尼若无10几万嘛做袂起来。啊，我想就点，无搁继续甲问。啊，朱老师可能嘛是感觉讲，你也无预算来问我即个问题吼，都无礼貌吼。啊，伊嘛想的都无插我，但是我着一个心愿，想讲要搁做一项什物代志，春天伊倒位到即马，应该会当搁有啥物通耍的安尼。啊，我着想讲，无来做绘本好啊，着做一个绘本。啊，做绘本要找啥物人画吼？所以这一个过程嘛是真趣味，啊，我想的，编剧家是 Hank 嘛，啊，伊拄仔迄阵，结婚无偌久，啊，伊的某是画图的一个画家，画了真好，啊，我嘛真介意伊的画风，啊，我就想讲，啊，着规气拢找家己人来画好啊，所以我就邀请伊来帮我画，啊，伊嘛真欢喜，嘛真有兴趣啊吼，所以阮就做回来做一本绘本。啊，找到玉山社，因若真有心帮阮编了真好，互大家看一下。这本册拢伫册局啦吼，啊网络拢买着。我确定会互大家看内底一寡即个一些篇幅。好，后一张。
除了这绘本以外，阮嘛阁有甲做一个音乐诶线上的音乐版本啊，线顶的音乐故事。我即马是讲一个人物造型的示范，因为阮要找出版社的时阵，爱先互人看讲，阮要画的是啥物款嘛，所以即个画家叫做路亚，伊就先画一个示范的算讲 test 的版本去互出版社看。因可能感觉讲即个画风袂歹，吼，含我的歌词会当match， 所以因就真有兴趣来帮阮做伙做。编曲家即个谢汉克老师，伊嘛搁甲做一个演奏版，用演奏版搁去发挥，做成一个音乐故事版。好，来后一张，这真感谢即个阮即个创作的团队的对，就是汉克阿加隆啊，伊左边右边这是伊的草图，正边这是伊的原稿。所以会当看到即个创作的即个过程的一部分。好，后一张，左边嘛是即个草图，正边是最后完成的即个版本。好，再来。即个头拄仔讲有一个音乐故事剧，爱找人配音。我想讲要找囡仔来配，囡仔要去倒位找，这嘛是一个问题。配音的人要找啥物人来配音，这嘛是一个问题。嘛是真好运，阮邀请到金钟奖的广播节目的最佳主持人邵大伦，甲因某陈拉拉，找着因来帮阮配音。搁找着台语路的母语家庭的一寡囡仔来帮阮配音，搁有陈顺聪老师来帮阮正音，所以要做一个音乐故事剧，加配音就爱需要遮侪人来斗相共，所以会当知影讲，阮尾要做的即出音乐剧会搁较声势浩大，需要搁较侪人来斗相共。咱即马搁来下一张。即张，好，咱来听看一个线顶的音乐故事叫生做啥物款？春天伫倒位？翁仔甲阿弟是一对照顾水的姊弟仔。翁仔今年6岁，阿弟今年3岁，两个人的感情真好，逐工黏做伙。有一天，因两个伫客厅佚佗的时阵，听到机器人阿婆啊咧放因上爱听的囡仔歌。花蕊讲伊正困醒，叫我去问露水。翁仔哪听歌，哪用夹刀夹纸，原来伊咧夹一蕊花。阿弟袂晓用夹刀，伊伫边仔用手掠纸。掠甲规世界，算甲真欢喜。春天伫倒位？我去问花蕊。春天是啥物？春天是啥物？春天就是阿弟已经转来啦，你要去倒位？我要去找春天，等我一下，我和你做伙去找春天。春天伫倒位？翁仔甲阿弟去问花蕊，因去问山林的樱花。春天伫倒位？春天伫倒位？我唔答案啦。因去问农场的桃花。春天伫倒位？春天？我嘛唔知。因去问湖边的海鸥。春天伫倒位？卖问我啦。因去问公园的杜鹃花。春天伫倒位？哈？春天无去啊？敢无伫啊？因去问路边的番薯花。春天伫倒位？春天哦，我嘛袂啥了解呢。因去问田庄的油桐花。春天伫倒位？真歹势，我拄则困醒，
啊无，恁去问落水好无？好，咱到这先甲暂停一下，先 stop 一下。嘿，因为这个线顶的这个音乐剧真长嘛吼，那听煞差不多爱七八分钟，所以咱先暂时先 stop 一下。若有兴趣的人，其实伫一寡串流平台拢听有啊吼，像 Spotify 啦、Apple Music， 还是讲迄个 KKBOX 顶管拢会当听到。啊，若是有买这本册的人吼，伫内底阮有放 QR code， 再甲扫入去。才有一个 QR code 扫入去，有哪拢会当听到他拄仔听到即个音乐故事剧诶，即个声敢若声音的版本尔。啊，他拄有讲着讲，甲要做一个即个线顶的版本，就需要遮侪人来斗相共吼。像遮囡仔拢是因的爸爸妈妈安尼一句一句教因讲，安尼一句一句录起来。啊，有若伫汉克老师，伊即摆嘛搬转去伫台湾啊。伫因兜的即个录音室内底录的，所以嘛是用做侪时间，用做侪精神，较做会出来即个音乐剧音乐故事剧的线顶，敢若音乐的版本，吼，佫无影哦，讲声尔吼。好，佫来后一张。啊，所以迄个时阵2021年的时阵，即个绘本内底佫甲即个歌词佫甲放入去，吼，啊，迄个时阵就有请。曾顺聪老师、邓顺聪老师伊来正字，所以即个内底的即个字应该拢是正确的，拢无毋对啊。好，佫来后一张。啊，咱头拄仔听到即个台词吼，即个音乐线顶的音乐故事剧的即个台词，就是按即个绘本内底佫去发展的。好，后一张。即两个姐弟吼，翁仔甲阿弟，就自即个时阵开始，因有画面啊，有因的形象出来啊。阮迄个时阵嘛想讲，敢有可能甲因做成即个 IP 吼，做一寡文创商品，譬如讲什物袋啊啦吼，还是什物包的 MBK 啊啦，还是一寡大作啦，什物文创商品。迄个时阵就开始黑白相啊。吼，因为因的形象出来啊嘛。好，后一张。啊，迄个时阵的设定是，翁仔6岁，啊阿弟3岁，就是较差不多幼稚园的即个岁的岁数这样。好，佫来。啊，会当看到即个画面内底有做侪小动物吼，有做侪巧思伫内底。头拄有讲，我歌词本来是写讲。春天佗位，我去问花蕊，还是问啥物花蕊？啊，就有樱花，有桃花，有海鸥。好，后一张。就遮个春天看到的花，我拢甲摕来问看觅。公园的杜鹃花，啊，路边的斑枝花，斑枝花就是木棉花，啊，搁油桐花。哦，伫春天的时阵，台湾会当看到的花就差不多即几种。佫来后一张。个歌词是讲叫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遮困醒，叫我去问露水。所以头拄仔遐花拢问了，拢无人知影春天伫倒位，所以翁仔甲阿弟就去问露水。好，后一张。我就无全部讲啊，因为留互大家去要来看。啊，头拄仔讲要做一寡即个文创商品。吼，啊，玉山社就甲做成大作，啊，搁有一个伫 FB 顶管粉丝页叫做抓住那个医生的即个，有哪算真有名的一个粉丝页。即个粉丝页经营是一个医生经营的，啊，伊拢有固定有一寡漫画，啊，漫画的两个主角是两个医生。所以伊就拜托即个龙仔，佮甲做成即个明信片。所以迄当阵有做成即个明信片。所以春天伫倒位即本画本的文创商品，就是敢若即个大作，啊，佮即个明信片尔。但是因是文创的，算讲是创作尔，无摕来卖，是摕来送的。
所以离这个文创商品还有一段路啦哈。讲要个靠这个文创商品，过来创造一寡商机哈，要个无遐尔简单。好，过来下一张，好一张。好，重要的来啊！2020年，本来拜托猪头皮老师帮我做的摇滚版哈，终于出现了啦哈。但是真正是感谢文化部，这个经费是文化部来的，啊嘛是朱老师用做者精神去申请来的。咱来听看卖的防疫清单冰箱内底的版本，朱老师的摇滚版。春天伫倒位，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食困醒，叫我去问露水。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露水，露水讲伊在拍热，叫我问平凉星。春天伫倒位，我问白灵丝，白灵丝讲水有咧等伊，叫我去问鸟咪。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鸟咪，鸟咪伫下鱼刷了个洗面，叫我去问阿弟。春天伫倒位，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食困醒，叫我去问露水。春天伫倒位，我去等露水，露水讲伊在拍热咯，叫我问白灵星。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阿弟，阿弟目睭笑眯眯。我来吃你，你的假米，我来吃你的假米，我来吃你假米，假米，我来吃你的假米，春天是假米，假米，米。嘿，这个是朱头皮老师的摇滚版。朱老师，你敢要讲一个？我要讲啥？讲一条歌安怎，这个版本安怎写出来？用这个歌，真就想到讲，可能爱有摇滚，有 funky， 有 jazz， 有 folky， 有new age， 都这种的吼。安尼，这个物件若要发展吼，较好用啦。
迄个时阵就埋下不可回头之恶啦。大概这个意思就对啦。对啦，因为伫绘本之前嘛吼，进前我甲你拜托讲做一个摇滚版嘛吼，啊，多谢你有放伫心内啦。毋免十几万啊，几万就会当做啊啦。对啊，所以这个版本做出来了后，就开始这个引发一些回响，就是互一寡重要的人物听到，就 wake up in the memory， 讲这条歌春天你倒位10几档啊吼，佮互因想到，就讲听讲要做音乐剧有无吼？因本来尔准讲已经做出来啊。其实是还未做出来，敢若有线顶的这个音，就算讲有点像广播剧的迄种版本尔。因为朱老师熟悉做侪头人，熟悉做侪重要的人吼，的变成春天都有这条歌的命运，有一个转机啦吼，嘛当大人啊。头拄仔讲15岁，我互伊一个生日的礼物，就是绘本，吼，到16岁。的时阵有一个摇滚版，变成做16岁当大人，到17岁就是今年吼，就变成一个音乐剧。好，后一张，要变成音乐剧吼，爱做侪代志的，爱做侪经费的，爱做侪人来斗做的，吼所以左边倒边这张就是阮去拜会文化总会的这个秘书长吼，后庆先生，伊的听讲，伊的囡仔细汉拢听这条歌，因伫车顶拢听这条歌，所以可能有真深的感觉，伊就决定讲好要来做一个台语的亲子的音乐剧。文化总会本来答应讲要互阮一个经费吼，就迟没有下文。讲好来做，偌济钱毋知吼，有甲阮讲一个数字，但是伫倒抑搁伫半空中。还没有看到这个经费，所以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就去做。尾到今年过年，还阁毋知影到底是有偌济经费，阮就开始烦恼，是要做毋做啦吼。我迄个时阵是想讲，若是凊彩做安尼，我嘛无想要做。若要做，就爱好好做，甲做互一个是会当摕出去国外，会当有，互人看讲这真精彩的一个音乐剧，安尼我较要做。所以阮今年过年以后，阮就开始去拜会这个苏巧慧委员，拜会青平台的郑丽君董事长，伊的就是前文化部长嘛吼。搁有去拜托这个 RC 艺术基金会。就是去拜访足侪单位，搁去文化部、去教育部申请补助安尼，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单位的斗相共。其实敢若我和朱老师两个人要舞吼，真正舞无落来啦吼。因为这音乐剧是原来足专业的一件代志，所以阮先找着编剧，找着导演。这个导演甲编剧是倒位来的？是阮去纸风车我袂记你放纸风车的相。阮先去找纸风车，因为文化总会讲恁要做音乐剧，安尼恁去找纸风车谈看卖，看因有兴趣无？阮就去拜托纸风车。纸风车阮去找这个团长，创办人是李美国先生嘛吼。伊就讲恁这伤细出来，阮无兴趣。阮要做的拢是迄种几千万的规模，迄种因较要做，所以因就甲阮介绍一个编剧，因讲恁去找这个吴世伟吼，伊做适合你的，这个编剧兼导演，恁去找伊，所以阮就先找着吴世伟导演，伊嘛真拄好，这个导演。因兜的囡仔，伊的囡仔，迄个即马可能阮国中的款，你讲因细汉阮听这条歌大汉的，所以佫找着一个有缘人，伊讲好啊，伊佫是朱老师的歌迷，伊讲这伊的偶像，伊要来帮阮做伙做安尼，所以阮找着这个编剧了后，阮就吃了定心丸，因为我和朱老师袂晓，敢若会晓做音乐，袂晓做音乐剧。
有即个导演甲编剧来斗相共，阮就较放心。过来团队安怎找出来？就是靠即个导演吴世伟，伊一个一个帮阮找到一个什么舞台监督，找到技术总监跟帮阮介绍制作人，制作人就是上内底即位伫郑丽君的边仔这就是阮的制作人孙文凯先生，伊是做有经验的制作人。所以好佳在有找到遮个人会斗相共，阮个音乐剧较生会出来。好，后一张剧本即个吴世伟的第一个版本甲上尾个版本差了108000里。第一个版本是无要紧，这个太细节了，我今仔就莫讲。阮来讲上尾个版本，就是阮为着即个音乐剧，特别搁做搁成立一个乐团，叫做阿司匹林乐团，就按阿司匹林乐团开始讲，所以这就是最后的版本的剧本。好，搁来，较顶咱会互大家看一个片段，就是咱音乐剧的精彩的片段。好 ，next。这就是第一遍和演员见面，开始读剧本的一个相片。中央这个 B 站的这个挂目镜，这个就是导演吴世伟，其他边仔遮拢是演员。这是阮第一遍碰面，是伫今年2月16号，离阮的演出4月1号无甲2个月，所以阮从头到尾这个音乐剧的筹备。差不多就是2个月的时间甲做出来的。好 ，next， 就开始排练。3月时阵一直咧排练。右下角这个就是阮的导演吴世伟，伊捌编过足侪剧，家己嘛是演员，伊嘛捌得过金钟奖的最佳编剧。伊最近伫台湾嘛。做足侪，家己演出足侪的迄个舞台剧，若是对迄个舞台剧有兴趣的朋友，可能有捌看过伊的表演。伊伫人间条件嘛捌演过，今年演的一出叫做《我的父亲母亲》，足好看，我和朱老师有去看，非常的感动。伊足够演的，从头演到尾130分钟，拢无落场，就一个人伫遐演。和一寡演员做伙演，足够演的，隔壁这是咧排舞蹈排练，这个排舞老师，舞蹈老师嘛足厉害，叫做张琴佳。伊今年嘛是，伊家己嘛是一个演员，伊今年演的是叫做小王子，伫空中遐，伊演这个主角，嘛是足够演、足够唱、足够跳舞阮找这个伙伴拢足厉害。右上角这是编曲老师 Hank 和乐手，阮找3位非常优秀的乐手来甲阮斗相共，这是因咧排练。找乐手是朱老师找的，朱老师解说一下。这乐手安怎找来？解说乐手就是爱好，搁爱俗啦。咱即出就是讲，迄个编剧。导演、演员、布景、舞台、乐手、编剧、制作，所有费用拢差不多对一半开始算啦。对啦，其实拢是按行情价，先抬一半。拢是爱迄个啦，对无？黄静雅，这条我13000叫你过来，反正就是拢大家爱斗相共，安尼才有法度出来。无这一个音乐剧看凊彩舞拢过600万无法度，所以咱是足。做欠长内度甲做出来。另一啦，那后壁咱可能阁有机会当演啦就是阮的剧团四界找机会，是有人找咱，是讲黄静雅即摆去园区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遐拐一寡乡亲斗投资啦。就是讲，若有机会出去，能力才阁练倒来就对啦。所以一开始咧投资的时候，我迄演这嘛足袂好的，我爱安尼演，安尼排练排1个月演4场，趁的无我出去唱一条歌遐济啊，你看我歹趁，这个乐手
因普朗西亚去弹一出什么物件，拢会当趁几落万。结果伊来咱遮，拢总爱排练差不多10几遍，啊，演4场，嘛趁无因普朗西亚出去演1场啊对。所以大家拢足感恩吼，会当啊，黄金也嘛是啊，黄金也无摕半条歌的序曲的使用费啦，伊敢若遮有诶无诶嘛，啊，这做人拢摕足少钱诶啦，所以足感恩诶吼，啊，希望令你大家若有兴趣。来甲阮斗补一个，感恩啦，谢谢。我是无安排叫你讲遮啦，但是其实，迄是做音乐剧 ABC 爱知影，无遐简单，足困难诶。对啦，其实阮今仔日来分享这，除了讲介绍这条歌，这个音乐剧之外，嘛是互大家了解讲，即摆创作者吼，即摆创作者真正是足辛苦。好佳在我毋是靠这个趁钱，啊无我真正到即摆已经枵死啊！吼啊，所以我已经枵死啊！我就是靠这个趁钱，我已经枵死，我即摆是复活要死毋活的状态吼。无啦，迄个朱老师真客气，伊即摆大环境对这创作者来讲，对这演员乐手来讲，拢无介好，拢毋是做好的环境会当生活。所以，原来互大家了解讲，即个台文的产业吼，若含即个音乐结合，要安怎互伊壮大？这是确定咱大家会使来讨论。因为做文创、做艺术，本来就是真辛苦的代志。啊，即马个甲台语加入来，因为台语的音乐剧是最近才开始的，最近差不多这10年才开始，较侪人咧做。啊，像即种亲子，就是互囡仔看的，差不多用台语来讲的是，我咧看是差不多1出2出尔。所以咱较点嘛会当来讨论讲，要安怎互即种表演会当搁较济。好，搁来后一条，就是今年的2月、3月，阮拢安尼一直做密集咧排练，啊来看因排练的即个片段。这会当放，啊，希望讲会当看了会清楚，先放看卖。这会当 play， 他多带回去，搁登去顶一张，这会当 play。啊，声音了。好，安尼先甲 stop 一个。正恒，你先甲 stop， 互伊先因为这个先download去这个影片吼，拢无法度出来。要互大家看，这就是看阮的迄个 rehearsal 的情形。吼，这个演员因平常时安怎练习。本来是想要互大家看卖，啊，但是放影片敢若效果无偌好。多啦，线上影片拢累过啦，嘿。我冇大关系，我哋呀，一张相片来秀就好啊。无啦，网络咧开会拢安尼啦，我开过100几个会啊，大家影片嘛拢翘去，网速较早咧，有小可看一个，安尼就好啊。好，再来后一张。嘿，小可看一个。等下讲吼，演员要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正是安尼。啊，这是相片，这就是阮要甲大家讲有即出戏，就爱开始宣传。所以阮嘛感谢讲朱老师伊主持的即个节目，临时的唱诵台湾、唱诵世界即个节目，伊就甲阮排时间去录影，啊播出一集来做广告。啊，伫遐诶录影迄天，拄好遇到陈竹生也来录影，所以我嘛拜托因帮阮推荐安尼。啊，正平即张是阮3月伫文化总会诶城南有艺术诶记者会内底，伊特别叫阮来介绍，互记者知影讲即出戏当时要演啥物货，所以我和朱老师嘛拢去遐介绍。就是阮3月差不多走足济即个活动啊，
做足侪宣传就是啊。好，后一张有去即个巧慧诶，水他妈妈巧慧与他的小伙伴即个 podcast 啊，有新培有声的 podcast 啊，教育电台的节目，葡萄林的节目啊，短短的节目啊，搁去中央广播电台即个咖啡猫的节目，阮去走足侪即个广播去宣传。好，后一张。啊，宝岛联播网的是邵大伦家，啊个绿色和平简上人老师，啊个王俊杰嘛是金曲奖的这个古年的歌王吼，台语歌王，啊后一个下较一张是台语咯，弹囡仔的手来听囡仔讲这个 podcast。啊个心动音乐电台，啊个中广，阮拢去上做者节目就是啊啦，就是甲大家讲，要4月要演即出音乐剧，互大家知影，啊，请大家去买票安尼。阮拄仔有讲着讲有足侪单位的补助，有文化部的补助，有教育部的补助，但是安尼阁无够，经费安尼阁无够，阮爱阁买票，阁加上买票，若全部拢买了，阮若阁无啥够。所以，大家知影讲，做一出音乐剧需要偌济经费。好，搁后一张。即马是介绍内底演员，拢是即马伫台湾的即个音乐剧、舞台剧真有经验，真算讲拢演几若10出的一寡演员，啊因拢真少年，啊嘛拢足有热情。吼，啊，拢演了真好诶一寡演员，因演诶角色，像第一个即个黄慧生，伊是演阿姑，啊，即个郭子君演妈妈，吼，等等，这是演员。好，过来后一张。啊，上重要诶就是猪头皮老师演阿公，伊即个角色吼。是阮为着伊量身定做的角色，就是阮本来春天倒位讲甲姐姐甲弟弟尔嘛，敢若阿弟吼，本来讲一个阿弟尔，啊阿弟就有姐姐嘛，伫画本内底伊就有姐姐啊，吼啊本来角色敢若2个尔，啊即马要演做舞台剧，无可能敢若2个人踮遐演嘛，所以阮就爱生做一个角色出来，所以拄仔遐演员吼，就是。配合即个阿公吼，做伙做诶吼。啊，阿公就是即个翁仔甲阿弟即个姐弟诶阿公吼。啊，当初阮要设计即个角色诶时阵，就是用朱老师诶原型，就是互伊本色演出就是啊，就看朱老师伊诶性格是安怎，伊诶形象是安怎，啊，就用伊诶形象去设计即个阿公诶角色。啊，朱老师足辛苦诶，伫遮有咱。伫大家面前甲你讲多谢，你用做者精神，啊，甲即个角色演得足好诶。大家拢足辛苦吼，演音乐剧真正是地狱般的磨练，地狱般的磨练。歹势啦，互你安尼磨练，吼啊！毋过我看你应该嘛是算了真欢喜啦吼。你伫内底苦中作乐。苦中作乐，你伫内底换几输衫，4、5输衫吼。这两衫是3、4输，我迄武工用要卖付，我片片穿。嘿啊，较定若有时间，较请你来分享你的演出的即个心得。好，后一张。好，啊，伫迄个宣传的时阵，有一位李混老师吼，毋知今仔日敢有来？伊嘛特别伫伊个 FB 的粉丝页帮阮宣传，伊个家己做遮即个迄个美编吼，做甲足赞的。伊甲大家讲吼，一定爱来看，啊有啥个理由是啥物理由？好，后一张。伊帮阮做宣传就是啊，伊讲阮的即个创作团队真有才情吼，即个编剧啊，我本人是做歌尔吼，啊，搁来朱老师。吼，讲阮即个创作团队真有才情，多谢你的娱乐。好，过来后一张，这拢是李芬老师伊做的吼。
过来，阮有去找足侪人帮阮推荐，阮嘛有去拜托即个陈鸿辉老师，李港口台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头拄有讲到苏巧慧委员，个陈竹生，就是足侪人来帮阮推荐。何老师，教育大学的即个何信汉老师嘛有伫伊的 FB 甲阮推荐，多谢多谢。好，过来后一张。佫讲是安怎一定爱来看，就是会当亲自做伙学台语，这就是经过音乐，经过戏剧来互囡仔学台语，是一个足好的方法。嘛，希望大家会当来支持台语文产业，安怎支持就是买票来看阮的音乐剧。好，过来后一张。好，重点来啊！4月1号、2号，终于在南海剧场登场。经过2个月的筹备，经过2个月的排练，经过2个月的即个制作，即个衫啦，即个舞台啦，即个演员的即个台词啦，搁即个道具啦，2个月全部生出来，终于登场。演4场，4月1号、2号会知影会补过一场。何老师有去看，等下咱会当请伊来分享伊看过的即个心得感想咧。我毋知影咱的今仔日来线顶聚会的朋友内底敢有人看过，若有嘛欢迎讲，较定会当互阮一寡批评指教安尼。大家当看到朱老师的即个摇滚阿公伊出场的摕一个吉他，下骹这是全部谢幕的时阵的一个迄个剧照，搁下骹，这就是一寡精彩的剧照。好，过来下一张。圆满成功。阮逐场拢最后的时阵会向后转，和台下骹的即个观众做伙翕相。做一个纪念，谢幕，正手边即张是全部的迄个工作人员，可能无全部啦，一部分啦因为迄个制作人孙文凯老师伊伫学校教册嘛所以伊动用足侪伊的学生来斗相共，所以敢若台下顶看到遮的差不多20几个，搁无翕到相的搁较侪，所以靠遮的人的帮助，各遮的人会斗相共，阮才有即出音乐剧会当互大家看到，所以真感谢大家。好，过来后一张，这是要互大家看精彩片段，咱放看卖，毋知敢会当顺畅试看卖。无去啊，拄迄个精彩。会使。爱等一下啦，可能爱等一下。会使互伊先降落开始。是我啦。阿爸，我在讲伊啦，有听你讲啦。那个想讲无就教这2个囡仔带来山顶过春假啦。我平时看 iPad， 行路一个老阿伯，真是的，哎呦真歹势，我真正是讨厌。老阿伯看阿伯册，愈看愈一白，无啥物讲着真花巧，我一个阿伯好，爱听阿公甲阿婆的话哦。好，看我头啊，我晓得啦，好，现在去啊。哎呦，敢袂使吼，莫逐摆吼人拢遐拿赶咧。恁个坐好哦，恁阿公啊印象有够妙，我来先煞甲恁介绍遮的风景。恁根本就是冤上冤上，我比你强起来，生气起来呢。好啊，跳啊，你走诶，走嘛！起床喽！阿公今天5点，我们来帮忙送货。阮今日的规个所在拢走透透，我来看看哪里的网络最强。咱即摆先暂停一下，先 stop 一下。是什么事？
stop。好，后一张，因为迄个网络的关系吼，所以即个效果无介好啦吼。本来要互大家看一寡精彩的片段。好，咱即马搁转来我的 PPT， 得要结束啊，搁剩几张就结束啊。大家会当听到一寡声。好，后一张会有看到一点点啊啦吼。互大家偏放一下，吼，希望讲阁有机会，阮若阁加演，大家会当阁有机会当看到即个音乐剧。阮伫音乐剧的即个中场的时阵，吼，阮有推出一寡商品，就是阮有结合洪兴富老师，伊是一个纸雕大师，伊的作品，就是有纸雕的花，啊，搁个水鸡，阮家己有设计一寡即个。T 恤，我今仔就有穿伫，我今仔有穿出来一领衫，哦，即个 T 恤，啊，搁有一个手提袋，就是要安怎会当回本吼？爱客家的迄个文创商品，会当小可补一下，但是其实吼，有若是杯水车薪啦，有若是足少的啦吼。啊，右边即个是立体书，是阮拢有甲放伫阮的剧情内底。好，后一张，这是现场的观众，吼，真热烈。侨会也有来，啊，院长夫人、苏院长，院长夫人嘛有来，院长无来，夫人有来。啊，下骹这是阮学校的学长，啊，甲即个院士，中研院的院士，吼，啊，右边这拢观众，拢是朋友，大家来捧场安尼。好，后一张。啊，大家即个评论拢袂歹啦吼，互大家小可看一下，就是讲，阮即个音乐剧吼，会当透过美妙的音乐啦、吼歌词啦、啊对话啦，互即个亲子共享啊，搁会当互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嘛看有吼，啊，全家拢看甲安尼笑嗨嗨，啊，囡仔会当听着足侪台语，啊。虽然讲阮是讲是台语的音乐剧，但是阮嘛无讲一定爱全部拢台语，因为阮嘛爱顾着遐个袂晓讲台语的人，所以主要是爱互大家看甲有趣味安尼。所以阮就甲即个剧情吼用甲足趣味的吼，互大家安尼绝无冷场，拢一直咧笑安尼。所以观众朋友的即个评论拢袂歹 ，comment 拢真好。后一张。所以一路行来遮吼，为一条简单的囡仔歌变成亲子版 music version， 啊个 chorus version， 啊个有声故事线顶的版本，演奏版、摇滚版 rock version， 啊个变成画本，啊即摆变成亲子的音乐剧，真正是我感觉是家己真好运吼，天公伯也有疼惜，啊我的家人有支持，啊足侪好朋友的加持甲祝福。所以才会当生出来，才会当生出即出音乐剧。啊，希望讲阮这毋是演4场就无啊，希望讲后摆阁有机会当去台湾各地阁去演，啊，甚至讲来到国外吼，Vancouver 一定爱来嘛吼。啊个上好是大概大城市有台湾人的所在，拢会当去演。安尼咱台湾的原创音乐啊，咱的 IP 吼，才会当。继续陪伴咱的囡仔大汉，啊，一代搁一代用母语唱出幸福的春天。啊，所以这阮森林聚落的 logo， 阮即马变成有一个剧团，啊，这正并这是阮春天岛的 logo。咱最后搁来听两个声音，是我感觉，我足介意的两个声音，放看卖。累。这是一个音乐铃的声音，好啊，右边这也甲试一下，大家敢听得出来？这就是春天伊倒位的头前的两句，阮嘛甲放伫这个音乐剧的内底做便利商店的开门铃的声音。好，上尾一张，好，多谢大家，感谢大家，敬请大家批评指教。他拄仔这就是我的分享，一个
春天伫倒位台语的亲子音乐剧的即个过程。好，多谢大家。安尼时间佫交互王兄。前你的迄个精彩的影片，我为我遮来甲试看卖啊，看会当互大家看到。好，差不多，我来试看嘛，我来试看卖啊。好，佫试一遍。好，来。遮变做有影无声的款咯。嘿，即摆是有影无声。嘛是足累过啦，袂要紧啦。无啦，即个物件拢安尼啦。我即个会我开过足侪遍，所有的影片拢捡去啦。网络进步，就是简单，互大家先看一下安尼啦。无多影片无多啦。好，咱即摆的时间先交互主持人。毋过边有人建议讲会当Web-Expert video 会使选 Optimize for motion and video， 个 Share audio 就会当有声。我介绍的就是 Share audio 啦，所以我会使个试看 Share audio。其实嘛是足累个啦，效果足差啦，嘿啦。无就甲迄个，快点甲迄个连结，甲影片的连结打来遮，互大家有兴趣，甲下载落来看好啊。迄会当公开无要紧。咱即个小关就叫有啊，这个有声。哎，秀文啊！无啦，迄非常的累过啦。我就教即两个囡仔吼，带来山顶。我比较我较好啊。哎呦，敢袂使吼，莫逐摆吼拢遐哪赶咧。你个坐好哦，听讲啊，而且有够量，我来先煞甲你介绍遮的风景。好，你基本就是云上飞车，我比你强来，小气起来呢。好啊，跳啊，你走的走啊。好啊，跳啊，你走的走啊。起床喽！阿公今天5点，我们来帮忙送货。阮今日的规节都在用糟泡泡，我来看看哪里的网路最强。哇，弟，你看是云呢。Action, ocean， 那是什么事？我嘛不知呢。这是眼睛。你山顶的石头，山到规身躯乌索索，连无看一个惊一条，我紧点过来甲伊吵。阿公，那个雨停了以后，我们还有看到 rainbow。哦 ，rainbow， 彩虹的台语不是彩虹，是天。
水。是的，有啦，我这本来要改变做 full screen，啊，结果饲一个怎走去，歹势，无要紧，差不多别差不多到遮嘿。歹势，因为我要想，看能毋是 full screen，啊，我甲饲一个 button，结果怎无去，歹势，嘿。无要紧，对迄是差不多上半场的一寡片段啦吼。阮即出拢总有90分钟，啊，头拄仔看到的是差不多3分钟的精彩片段，所以大家会当感受一下，真正是真精彩啦。好，安尼即马主持人，好，我真感谢这个介绍了足精彩啊，一寡精彩的一个片段，互大家看了足欢喜的。啊，我等下分享一个，就是迄本啊，你嘛有，嘿，你是转去伫阮台后生，湾买？对，阮后生嘛拢足介意。啊，即马拄则有看到米粉伫山顶，佮即马敢若无啊。啊，我看另外到一位米粉，但是我无确定敢是即个米粉老师。介成，我嘛无确定。啊，另外先就是落线头挂我有看到米粉丸，但是即马可能是即个米粉和迄个米粉敢是共一个人？嘛毋是讲足确定。啊，另外就是毋知遮敢有即个台语录的，我看到一个，我毋知即个 The First 一位来宾敢是拄好是台语录，而且有去看剧的。我嘛足想咧，迄当阵4月的时阵，你无伫台湾？若准讲我伫台湾一定去，对无？嘿，其实迄2工真正足侪台语家庭来捧场，真正足感谢嘿。最后阮的卖座差不多9成，阮的卖票差不多有卖9成，歹，嘿，算讲袂歹嘿。因为阮嘛是无讲有把握讲即种阮的 TA 伫倒，阮嘛是咧想讲阮的 TA 伫倒，阮的 target audience 到底伫倒位。但是经过即4场，阮有听到中南部的朋友甲阮讲啊，哪会无来台中演，哪会无来台南演，所以阮知影讲，是有人会想要看安尼。对啦。安尼我相信，我毋知影遮敢有还是讲咱观众。先请何老师有去看，何老师有去何老师看。有去看啊，逐个也总有要问问题啊，是啥嘛会使举手吼。何老师，你先讲，你有去看？好啊，其实啦吼，这是真感动啦。其实阮2个囡仔吼，自细汉因着拢去听迄个春天伫倒位，嘛共款迄个 CD 嘛。迄当阵我会记得，迄个时代是还无啥物台语的新的囡仔歌。迄当阵啊吼，若要教囡仔听囡仔歌，拢是迄种啥物白灵诗、车本机有无吼，啊，着毋知要车到当时啊，吼，啊无着担仔教念着骹有无吼，啊毋知要当时才拍起来迄骹，就是一直拢是迄种传统的迄种台湾囡仔歌啦，无啥物新的。但迄当阵啊，有一届我伫迄个册店就看到讲，哎呦，我这有这个春天伫倒位遮厉害的音乐，我伫遐有试听嘛，吼啊，所以迄当阵啊，我就买一盒迄个转来互囡仔听，啊，叫囡仔拢足介意的啊，因为迄是足新款的囡仔歌呢，吼啊，所以因嘛拢会晓唱安尼啦，吼，所以春天伫倒位，阮2个囡仔嘛是。拢自细汉就听迄2首安尼吼，啊到尾啊吼，前仔这啊就讲哦，因为要演迄个音乐剧啦吼，啊就感觉会足赞的啊，吼啊其实你迄个真正是迄音乐剧的内容啊吼，比迄歌的内容吼，因为迄歌原本是有一个故事嘛，但是音乐剧的故事甲歌的故事是完全无共款的哦，啊就是规个对即个专辑的迄个解说啦吼，完全是。无共款的物件，而且佫较有现代性啦。我感觉吼，这就是我伫迄个 FB 打迄文了吼。你看，阮舅仔就是阮太太的小弟嘛吼，伊嘛专工哦去台北去带迄个因3个囡仔去台北看安尼吼，就是因拍票去看嘛。啊，先说住伫台北一暝，就是为着要看迄个音乐剧安尼啦吼。多谢。对，啊，我看了以后，我讲吼，哎呦，这真正是。足现代生活的啦，像讲吼，即摆囡仔离袂开网络啊吼，迄个
迄种情形有无吼，就是5分钟离开手机啊，就感觉吼生活敢若袂得过啊，迄种情形拢甲讲甲就是讲甲演出来啊。啊，其实我印象上深的是迄个朱老师吼，就是迄个猪头皮老师啦吼，朱老师伊的迄个表演啦，吼，伊伫内底啊吼，迄真正是足活泼的啦吼，啊个。有当时还去挂迄个，伊差不多迄个精彩片段无放掉，伊有挂一个规身躯挂什物会发光的物件，然后走出来安尼，吼，哇，迄规个全场的囡仔笑嗨嗨安尼吼，就是规个足闹热的吼。啊，我感觉吼，用即种方法，互人来接近台语嘛吼。对台语囡仔来讲，对台语家庭来讲啊吼，伊就是加一个会当看的物件，就是因为台语家庭的囡仔一般家长袂想要互伊去看华语的。会出你知，惊伊去互洗去嘛吼，啊所以吼，若有搁较侪即种台语的活动吼，台语家庭的囡仔吼，定着会感觉足幸福的啦，安尼吼，足赞的安尼，对台语家庭来讲是安尼。啊，另外一个意义啊吼，是讲其实我嘛听到真侪会场，就是规家伙拢咧讲华语的啦吼，就是规家伙无一个咧讲台语的观众，啊意思就是，伊是一般毋是台语家庭的观众嘛，但是毋是台语家庭的观众，其实。真重要，对咱台语未来的推送，因为咱拢讲吼，迄个对牧师宣教啦，就是讲吼，咱台语吼，若永远演互台语的人听尔吼，迄就是咱台语科一直传安尼尔嘛，吼，咱台语科，但是咱台语若要进入中产阶级的会当认同的即种世界，就是变成台湾的主流啊吼，那安尼吼，迄个毋是台语人的家庭啊，其实嘛介重要安尼，啊，我感觉讲吼。最近有一寡活动，拢真成功，有吸引到迄种毋是台语家庭的士大人，会带因的囡仔来参加台语活动安尼吼。啊，像即个春天里头，我就感觉有真侪家庭，伊并毋是台语家庭，但是伊愿意带伊的囡仔来听者。啊，因听了以后嘛，是我看伊遐嘛拢笑嗨嗨啊，完全无迄种囡仔听无台语啊吼，啊，着看袂落迄种伫遐独孤啦、哈戏啊，迄种感觉无呢，无。所以即出戏啊吼，对台语运动的角度来看啦，是足成功的戏安尼，而且吼，我感觉遐演员介厉害呢，遐舞台剧遐囡仔演员，就是迄少年演员，然后伊看起来嘛是无真老，但是因的台语拢讲甲足练转的，啊，而且吼，因咧表演嘛拢。就是足自然的啦，吼，像啥物咧捧个面有啊，吼，我迄印象足深的啊，迄阿弟因甲因姐，迄嘛拢，我感觉这少年演员啊，吼，嘛是未来咱会当安怎呢？会当互因发挥的空间的物件，因为少年人肯用台语，肯学台语嘛，这介厉害啦。总共一句就是感谢静阿姐啊啦，吼，啊甲迄个朱老师会当遮尔啊拍拼做遮精彩的音乐剧安尼吼，加油！多谢何老师，感恩多谢，因为头拄啊何老师讲着一个重点，就是咱要安怎突破吼，咱的同温层啊，因为咱袂当讲台语永远是咱遮的人咧重视咧讲咧听尔，咱爱互遐袂晓讲台语、较无惯势讲台语的人。开始对台语有兴趣，我感觉透过音乐，透过这个戏剧，是一个足好的方法。好，朱老师，你要 comment 者无？我无来，有啥物 Q 的来 Q 者来。因为朱老师有拿算伫这个台语运动内底足重要一个人物啊。我看到梁光遐举手，梁光举手啊，另外迄个会长吼。伊迄顶啊，因嘛是学音乐的，啊，无定迄顶啊嘛会使叫会长来一个 comment。咱即摆请梁光遐先。哇，首先吼，多谢迄个猪头皮吼，啊，不是你安尼看到你的，不是看你电视看你的节目吼，啊，今日第一遍看到真面目啦吼，啊，静啊老师，我感觉恁即个音乐剧吼，真正是推广台语的上好的方法嘛吼。啊，其实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嘛是即种的想法啦，就是讲免啊讲免啊安尼摊开去，毋是咧讲台语的人吼来参加吼，所以咱即个论坛也无甲伊号做台语论坛，咱甲伊号做迄个台湾文化论坛啦。我就
要切入一个较实际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即摆恁讲恁诶伫迄个南海剧场啊演出4场嘛，吼，啊迄个九成啦，吼，敢袂使讲差不多观众偌济，啊再预算偌济，吼，啊即个制作费偌济，啊若搁再演，若讲搁再搁去别个城市演，还是讲搁演，啊迄一场诶预算差不多是爱偌济安尼嘿。这其实吼，甲大家讲报嘛是无要紧啦，因为本来制作一个音乐剧就是爱用足侪成本，所以阮即边4场，因为全部几乎拢是安头仔开始嘛，差不多拢是安头仔开始，唯一有诶就是有10条歌，就是按即10条歌开始做，吼，啊所以你10条歌诶成本先莫算哦，吼，若是搁算落搁无不止啦，吼。莫算即10条歌的成本来讲，就爱300几万，演4场，吼，佮加上即个票房阮差不多卖70万左右，70万左右，70万佮加上补助，安尼全部加起来差不多300万，安尼做起来已经是算讲足精简的，因为10条歌的成本拢完全无算伫内底，若佮算入去差不多爱400万。啊，佮头拄仔朱老师嘛有讲，阮遮演员遮乐手拢是拍折来演，所以若正常来讲，400几万、500万，迄跑不掉一出戏的制作费。啊，所以你若讲800-1000啦，一般啦，我讲其他啦。阮即出算讲较小而美啊，较囡仔出用的人嘛较无遐济，用的演员嘛较无遐济，因为阮其实是一个人拢演几个角色。遐演员除了演家己的角色，因搁爱演魂，搁爱演遐虫，搁爱演迄个就是歌曲内底的遐角色，所以拢是一人饰多角，一个人做几若个人来用。所以你若讲要真正全部的编制拢完整吼，头拄仔朱老师讲的700-800万，迄跑不掉。但是因为即摆阮即个开始的成本已经用落去啊，后摆若要搁加演。当然是会较精神、较迄个较俗。所以若后摆要搁加演一场，我来算差不多，用台票来讲啊，吼，台币来讲，差不多780万一场，安尼。若无卖票啦，若卖票当然是观众，等有大家来支持会当演嘛，吼。啊，若是讲无卖票，差不多爱780万。迄个南海剧场的座位是几个人？那坐满差不多500位，400几位。哦，安尼所以你嘛差不多要甲有1800个人嘛？你讲1900，对，所以来看到的，若一场来甲算450个人来乘以4，嘿，对，1800个人。安尼你嘛真好呢，因为我知影迄个老南方因迄个后田的春天吼，伊差不多嘛是，我看伊嘛是差不多安尼尔嘛。伫成大，啊，搁伫台中。无啦，阮这若要和再会把北投迄种大型的音乐剧来比，是完全比袂过。因迄一场都几若千，都2-3千人啊嘛，啊搁因演几若场，10几场、20场，啊搁像4月望雨、4月望雨迄种，迄阮拢对袂着啦，因为因迄种的成本拢搁较济，拢千几万以上，2-3千万嘛。4月望雨差不多1800万啦，再回来北投3600万。哦，迄我真正毋知影。再回来北投有趁倒来是安那咧？因为伊演太济出来，后壁就趁倒来啊。对啊。啊，4月望雨拢爱靠人支持才有法度，啊无法度趁倒来。对，连4月望雨就是等于现伊的故事，4月望雨嘛，到今仔个无趁到。人支持，一半支持，一半靠票房安尼。所以迄种娱乐性较悬的啊吼，就是莫严肃的议题，伊就是票房会就会较好嘛。啊，若较严肃的议题啊吼，就是政府较会补助嘛，就是有一好就无两好安尼啊。对啦，但是完全是安尼。我即摆是咧想讲吼，咱迄个有咧计划讲要搁办咧考，即摆咧想啦，讲2024年咱有办迄个世界台湾文化奖嘛吼。啊，本来是想讲明年1月的时阵，踮台湾可能办一个现场的。啊，敢有可能讲用安尼遮个赞助，咱来搁来办一场吼？哦，当然是会使啊。
若安尼即摆开始来计划，吼，爱用诚这个好啊，来计划看卖啊，安尼嘿。好，因为其实要加演嘛，无遐简单，第一个爱有场地，对啊，就是爱先去找嘿，场地，爱先去找着场地，啊，第二个爱先找着观众。嘿，观众，因为迄阵啊，可能是海外遮的人有足侪人要等去投票嘛，吼。所以哦，若有一寡海外观众嘛，算加出来，我想加出来加一投票，我想是无问题。加减会加足侪人，哦，安尼真好哦，真好。啊，若安对啊，尼，就是场地从迄个中江遐吼，家己去筹备看卖啊，进来帮阮，联进来络。帮阮即个找看有即个机会无？即摆就是我想上简单的，就是讲，即摆爱先定一个时间出来啦。吼，啊，对海外的人，阮伫即个可能嘛无法度去伫迄个要找场地啦，吼，要演出这无要紧，这阮迄个剧场的团长，阮的团长就是制作人孙文凯。即马就是我和孙文凯，阮两个有算创办即个剧场森林聚落。所以其实阮伫今年的迄个下半年，差不多11月、12月，已经有一寡单位咧邀请阮去加演啦。嘿，即马有咧谈，有咧谈嘛。对啊，安尼即摆我想就是上简单的，就是讲定一个时间，吼啊地点，啊经费偌济，吼啊看大家要哪来斗募遮个经费，吼，看是私人的遮个私人，还是讲有一寡基金会，吼，海外遮，吼啊台湾看有侨委会，还是啥物会当补助，还是啥物款的无安尼？侨委会阮有去拜托过，因有若互阮建议讲。找即个企业较紧，企业较紧，嘿，找企业公司较紧，私人较紧。补助非常有限啦，非常有限。咱即摆有录音，录影也是也是已经关掉啊。即摆还阁有汇款啦。那即摆讲的话袂当录音。恁即马阵感觉有较迄个，嘿，有咧讨论吼，阮即马甲录影紧关起来吼，我想。其实我一段话嘛无应该录。你讲成本啥遐拢，其实拢甲